入門呢度遊花園係贈送嘅，包括呢間房咧係全贈送嘅一個面積俾到大家嘅。入門呢個位置係贈送嘅一個遊花園啦，包括呢間房同樣係贈送嘅，同樣係贈送面積嚟嘅。你話呢個細陽路高唔高？感受下呢個客廳嘅闊度，開唔開用？夠唔夠大氣？嗱，樓盤咧就肯定冇十全十美㗎啦，有佢嘅優點，有佢嘅缺點啦。咁我哋最在乎嘅咧就係佢嘅 location 啦，呢個位置 O 唔 OK， 夠唔夠靚，夠唔夠便利，配套夠唔夠齊全？睇翻成個元能嘅一個設計啦，有冇會所啦，有冇籃球啦、健身房啦、瑜伽室啦、網球場啦，咁呢啲配套同埋我嘅生活便利係嘛？樓下有冇樓巴車翻到屋企啦？我去衣食住行睇戲飲茶，周邊有冇？咁今日帶大家嚟睇呢個樓盤咧，就係義豐美門啦。義豐美門佢嘅爭議好多，咁就有佢嘅優點同埋缺點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去睇下全新加推21棟嘅一個細則嘅，就88平方、107平方同埋109平方嘅。OK， 呢度係今日不設防灣區好房，我係一鳴。咁就而家帶大家上視頻單位，同大家詳細嘅去介紹下細則嘅。嗱，而家我哋就嚟到視頻單位啦，佢呢度亦都係2梯4伙嘅一個標配啦。首先可以睇到88平方嘅一個 size 啦。但係可以睇到嚇，佢嘅贈送面積係非常之多嘅。洗手間嘅呢個飄台位啦，咁就全部贈送嘅。睇到藍色嘅係全贈送嘅。咁呢個黃色嘅咧係贈送一半嘅面積。首先可以睇到成個有湖花園啦，包括露台啦、2個露台啦，都係贈送嘅。呢度同樣係贈送嘅，所以佢嘅贈送面積非常之多。但因為佢嘅實用率係超過110%嘅。兩梯4伙咧，咁睇翻而家呢個88平方嘅。睇到入門呢度遊花園係贈送嘅，包括呢間房咧係全贈送嘅一個面積俾到大家嘅，所以佢呢個戶型88平方係非常之實用嘅。睇下個成個開間係咪俾你感覺到係有超過120平方嘅嗰種感覺，非常之大氣，兩邊好通透，毫無遮擋。可以睇到露台同樣係贈送面積，好開揚嘅，完全係冇遮擋。嗱，今日就有成超過38度嘅一個溫度啦。咁同樣可以睇到佢嘅成個廚房位咧都唔會細，包括佢嘅採光面亦都非常之 OK。呢邊仲有2個窗嘅一個廚房位。咁標配3件套啦，呢啲就交樓標準嘅。同樣呢度仲有個生活露台，平時晾曬啊，亦都非常之方便。嗱，可以睇到下邊就係幼兒園啦，好方便。隔離就係優越城嘅嗰個商業，所以同樣佢嘅衣食住行都係好便利嘅。樓底嘅話，亦都有3米嘅一個層高啦。咁佢而家係吊咗頂嘅。咁再睇翻幾間房啦。嗱，佢每一個飄台位咧，全部係贈送面積嚟嘅。包括佢而家採用嘅成個窗咧，落地窗咧都係大氣好多。咁呢個咧係做到3房嘅。同樣洗手間，佢而家用到呢個色調咧，就比較暖嘅一個色調啦。咁都 OK。陣間亦都會帶大家去睇個交樓標準嘅。哇！呢個主人房就舒服咯，未見過啊！88平方可以做到咁大嘅主人房，同樣亦都係南北對流，打開好扯風嘅。主人間咧就帶一個套間嘅，同樣亦都係好開揚嘅一個景觀啦，可以睇到毫無遮擋。咁呢套落到嚟咧，佢目前嘅單價咧就13000幾，首期塞你萬，義工都係3000幾蚊嘅咋啊！包括洗手間做咗一個全景270度嘅一個採光。咁中意我哋分享咁多樓盤資訊嘅朋友咧，可以訂閱下我哋呢個 channel。跟住帶大家睇呢個咧就107平方嘅107平方嘅一個4房單位啦。嗱，可以睇到呢個戶型圖啦。咁同樣佢嘅贈送面積都係非常之多嘅，咁係做到4房嘅。嗱，入門呢個位置係贈送嘅一個遊花園啦，包括呢間房同樣係贈送嘅，所以佢嘅贈送面積咧真係而家實用率真係非常之多。OK， 包括呢度有個露台，亦都係贈送嘅一個面積啦。嗱，後期可以作為書房又得嘅喎呢間。佢呢一間嘅設計咧就比較原木風，比較穩重沉穩啲啊。喺呢度樓嘅，做到有櫃位啦，
呢度亦都係可以放冰箱位嘅廚房。嗱，呢個廚房其實都夠使㗎啦。佢嘅成個轉身咧有3米幾，同樣可以擺到6到8人嘅一個餐台啦。咁如果4到6人咧就冇咁壓迫啊！俾大家再感受下成個客廳，107平方，亦都係使用率非常之高，好大氣啊！咁佢呢個咧就係中西結合啊，即係佢有我哋中國嘅元素啦，同埋西式嘅一個點綴啦，咁樣去做到嘅結合啊，扭緊佢都 OK 嘅，都非常之闊。成個露台嗱，呢個浸信面積，哇！佢呢個係結合得幾好嘅，即係中西結合嘅一個設計啦。全景嘅落地玻璃，當然呢個唔係膠標啊，陣間會帶大家睇埋佢嘅膠標啦。咁佢而家耳風明門做到比過往嘅都係升級咗嘅。啊，呢度仲有間 BB 房，咁都好大，同樣做到係可以1.5米嘅床啦，包括書櫃啦、衣櫃啦。咁其餘佢嘅成個空間仲係好大嘅。咁而家發展商咧亦都係有優惠嘅，即係有家電嘅6件套贈送咧。呢個係套間啊，主人房嘅套間。嗱，感受下呢個主人房，實用性都好高啊。同樣係3邊落床位，1.8米嘅床，做埋2邊嘅床頭櫃，包括衣櫃。呢度仲可以擺個梳妝台添。全景嘅一個落地玻璃。亦都係開間，亦都係好闊嘅，可以睇到樓間佢。咁呢個就107平方嘅，佢嘅使用率亦都可以達到130平方咁滯，即係加加埋埋有成20幾個平方嘅贈送使用率。咁我哋而家就再睇翻佢嘅交樓標準。咁呢度咧係今日不設防灣區好房，我係一鳴。咁今日同樣都係同大家分享我哋嘅呢個樓盤資訊嘅。咁而家過嚟睇嘅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交樓標準啦。嗱，可以睇到佢好明確咁標明呢度係浸信面積嚟嘅，包括呢間房嘅一個浸信面積。所以點解佢嘅使用率可以達到咁高咧？就係咁解啦。嗱，呢度係廚房位，包括我哋可以睇到呢個位同樣係浸信面積嚟嘅。你話呢個使用率高唔高？感受下呢個客廳嘅闊度，開唔開用？夠唔夠大氣？當然佢呢個橫廳設計咧，同埋個露台係砌埋一齊嘅，所以會顯得更加大啊。同樣佢嘅樓間佢亦都係好闊好開揚。其實呢個就交樓標準啦。當然後期呢個窗台咧係自己去封嘅。咁佢呢度做到橫廳嘅設計咧，可以話佢同樣亦都係南北對流，好斜風。咁呢度第2間房，第1間房係全贈送嘅一個面積咧，呢度係第2間房。同樣係好開揚，睇我哋嘅景觀，亦都係無遮擋嘅。呢個洗手間，咁佢每間房嘅個飄台位係贈送嘅，但係佢同樣交標嘅時候幫你幫助佢嘅使用率就會更加高啊。OK， 睇下今日嘅天氣係咪好靚，藍天白雲。再睇翻第2個，呢個就係主人房啦。咁呢個主人房109平方嘅，佢嘅成個洗手間係非常之大嘅，大咗好多。不過佢呢個套間都大咗好多。咁佢嘅成個露台咧係朝南單位啦。咁呢個主人房亦都係。咁有2間房咧就係朝西南西北。咁呢個咧就俾大家睇咗今日加推，即係近期加推咗嘅呢幾個西士啦，有88平方啦、107平方啦，同埋109平方嘅。咁你覺得呢幾個使用率高唔高？如果係喺香港過嚟呢邊養老嘅，呢個盤係最近港珠澳口岸嘅。咁去到華發商都咧就5分鐘嘅一個車程啦。去到港珠澳口岸樓下就有巴士直達太子啦、荃灣啦，咁就交通非常之便利。OK， 如果中意呢幾個單位，或者想睇咁多嘅灣區樓盤資訊，可以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，我哋會每日不定時分享咁多嘅
精彩資訊俾到大家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度，有興趣可以評論區留言或者 call 我現場睇樓。呢度係今日不設防灣區好房，我係一鳴，我哋下期分享咁多資訊，拜拜。